后来乡亲啊，中华的肉丸，讲这个原物料一直起，头家挡袂牢咯，决定元旦要开始来起价，肉丸一粒为45块起到50块。肉丸业者伫门口打广告，自明年1月1日开始，肉丸要起价啊！售价调整45块为50块。中华这间有名的肉丸是在地民众和游客一定爱食的美食，真啊 Q 弟弟外皮加上香公公的猪肉，一食落就真幸福。不过因为原物料一直起价影响，业者当3年外总算决定要调整绩效。本也涨了差不多一包也是涨了差不多30-40块，有的部分哦差不多50-60块哦。对业者起价，人客大部分拢会当接受，重点是肉丸好食就好。起5块你感觉安怎？无要紧，加物件无要紧。涨到50。我还是会吃啊，因为真的好吃。另外一间米粉汤业者嘛，伫12月15甲米粉汤自一碗25块起到30块。油啊、水啊，全部都涨价，还有那个餐具啊也都涨价，等于没有赚钱。不过中华另外2间肉丸业者坚持无要起价，希望用量来控制绩效，会使卖够较侪肉丸。希望能够以量制价这样子让生意好一点。先自己吸收了，好调涨是目前来讲是没有打算。就惊起伤济，会甲人客惊到无起价，阁无趁啥物钱，安怎去掠成本，阁有利润？好肉丸业者是真伤脑筋。